阿狗去倒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狗，今仔日咱要来去做小圆饼的所在哟，行，做伙来去看卖。小圆饼伫倒位哈？这看起来拢无像小圆饼啊。这看起来有淡薄仔色，小圆饼内底迄有色的物件呢。阿姐你好，请问这敢毋是做小圆饼的工厂？哪会拢无看到小圆饼哈？这小圆饼爱经过足多步数，迄单拄开始。你所有阿姐，要看真正的小圆饼到底伫咧倒位哈？你要看做的小圆饼，爱去上内面较有位迄边去。多谢阿姐。小圆饼，小圆饼。敢若干嘛饼呢？哇！哇！变一支一支啊呢！这笔拢是插头线呢，甲我的无共款呢。啊，上内底还未到，去内底看卖。哇！嘿嘿。这个声听起来像像在拍片啊呢，足好耍的哦。嘿嘿。这应该都是上内底啊呢。哇哇哇！这足长的呢。哇！不过敢若倒位怪怪呢。阿姐，我看到你啊呢。不过恁遮的饼哪会拢无尖尖哈？安尼是要哪写？来，我带你来去看。好。哇，这足大声的呢！好，你看。变尖尖吗？好啊，已经送你。真赞呢，总算
这就真正爱小圆饼啦！阿姐多谢你。免客气。阿嬷，你的裤袋仔内底有啥物？阿公，你裤袋仔内底有啥物咧？啊，妈妈，你裤袋仔内底有啥物？啊，姐姐咧？啊，我的裤袋仔咧？你看，啊，你的裤袋仔内底有啥物咧？今仔日又搁是美丽的一天，我起床，窗仔外的鸡仔已经咕咕咕，我起床，欢喜唱歌的鸟仔，洗来洗去的香，搁有花园里跳舞的蝴蝶，拢已经足无用。桌顶已经有香讲讲的早顿。早顿是你上爱的热狗甲卵，起床起床食早顿，起床起床斗阵耍，日头已经晒较床，起床起床紧起床。今仔日又搁是美丽的一天，我起床，窗仔外的鸡仔已经咕咕咕，我起床，欢喜唱歌的鸟仔，洗来洗去的香，搁有花园里跳舞的蝴蝶，拢已经足无用。桌顶已经有香讲讲的早顿。早顿是你上爱的热狗甲卵，起床起床食早顿，起床起床斗阵耍，日头已经晒较床，起床起床紧起床，起床起床食早顿，起床起床斗阵耍，日头已经晒较床，起床起床紧起床。今仔日又搁是美丽的一天，我起床，窗仔外的鸡仔已经咕咕咕，我起床，欢喜唱歌的鸟仔，洗来洗去的香，搁有花园里跳舞的蝴蝶，美丽的一天已经在欢迎。叫做啥呢？对啊，即间就是专门卖我制服的所红色在。的、红色的、小的迄个呐。对啊，迄是运动衫。新生嘛吼，对啊新生，一年啊，可以清者啦。你要刺青节无？敢袂使？讲叫小可大领。小可大领哦。我给你甲清落，我去。你要弄者无？会使弄，你甲清者我去。你家己弄哦。溜落来。来，才有你照镜，我刚小可大照镜者，较大领明年会当搁穿啊。啊对，没有错。安尼会使无？会啊，伊这啊，就是你去做，若袂落来就好。袂溜落来就好对你吧？管你要看下小疼啊，甲弄起来。啊，你衫扭起来就我有甲你比者，安尼会使无？会使。你看你照镜者，阿嬷帮你看一下。可能较低。嗯，啊，这上少爱两套。好，两套。你穿新的制服，就代表你要1年啊呢。
你有足期待无？有啊。那要等午嘞。长午哦，等等下到讲较慢些再买。等到寒人的时阵才买长午的，因为你到寒人的时候，你会搁晾罐，晾罐迄阵才来买适合你的寸笑，会敢好？好，好，多谢。多谢啊，多谢哦，好棒哦，讲啊真好。家己歹。安尼，咱等下搁要去后一个所在呢，对啊，爱去文具店食。哇，你看物件有够济，哇，咱来细细看看好不好？妈咪，你看这种夹的这个多这耶，是啥物型？这是番麦。番麦型。有这种挂的敢好？好，搁爱需要啥物嘞？我去边看。好，笑伫对。遐有球找看嘛，我感觉。你要对一种？对。这就等下你的笔扣啊，刚放在落，是对，这袂无？强亮的。好。咱要糊啊，色纸，白膏啊，膏啊，这个当安尼一个，嘛当安尼录啊。好，反正就当甲物件量起来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个六啊，项七7项，七项就这样呢会。当创小吗？会会使啊。好，咱摕互头边哦。足老的呢。哇，谢谢。多谢。这会讲台语。色纸，色纸，制服，制服，裤啊，裤啊，遮互你照镜，遮互你照镜。再会。